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月2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，耶利米书3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神的运势。伫昨主日的信息中间，甲兄弟分享到，用着圣神运势的服侍，这个目的是要为着互咱彼此来连结，彼此来接纳。每一摆伫教会中间咧讲到运势的时阵，总是会当互人感觉，一个错误的感觉，就是讲，我足特别的安尼吼。好，咱亲像一个非常特殊的人，才会当有运势。如果对圣经原文的角度来了解运势，咱就无困难来知啦吼。迄个是上帝互每一个人无同款的礼物，运势是礼物啦吼，上帝互咱的。这个礼物并毋是要互人去展现家己是偌尔特别的，反倒当是因为上帝所赏赐的礼物，来互人明白上帝的救恩。那亲像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所记载，圣神降临节，耶稣基督正使徒伊所得到的圣神的充满。因得到迄个运势，并毋是要来彰显因的特殊性，甚至有人误解讲因是酒醉啊。圣经真明白甲咱讲，运势也是讲迄个方言，并毋是啥物特殊听毋捌的声音，也是语言，也是一种的技巧，是迄个互人。所有的人拢听有的福音的内涵，是透过语言的一个运势。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到第12节的记载，有圣经翻译翻译本甲伊写讲，搁再论着圣神的运势。咱台语新的翻译本甲伊写讲灵语甲传达上帝的信息。英语的翻译可能比较较清楚啦吼。Intelligibility in worship， 迄个意思就是讲伫敬拜中间，迄个通了解的迄个代志吼，也是讲敬拜的可了解性。综合以上的翻译，咱会通清楚来知。方言的属灵运势，应该是爱为着要互人伫敬拜中间明白上帝的信息。那安尼，遐个讲互人无明白的字语，迄种诶，也是方言，就无应该是咱所追求的。或者是讲，迄应该是伫个人的灵修的中间较适合。无就讲，伫恁追求听较无属灵的运势，尤其伫宣讲上帝信息的运势顶悬，遐个讲灵语的，毋是对人讲，乃是对上帝讲。因为无有人听会捌伊的话，伊是借着圣神咧讲述奥秘的真理。可是迄个宣讲上帝信息的是对人讲。也是要对造就、鼓励、安慰因。讲灵语的人，只造就着家己；宣讲上帝信息的人，是造就全教会。我毋望恁拢会讲灵语，可是我更较毋望恁会通有宣讲上帝信息的运势。因为除非有人将灵语翻译出来，互全教会得到造就，若无宣讲上帝信息就比讲灵语更较重要。
保罗已经真清楚表达一个温书的重要性甲角度，所以温书是要爱互人来得到造就，无应该是咧展现个人的能力有偌尔悬，还是偌尔高。有温书的人，更较应该爱谦卑来服侍。属灵无有骄傲，只有谦卑伫主的面头前来服侍。用现代语言检查会当讲接地气的服侍啦吼。如果有人甲你讲吼，属灵的骄傲，迄拢毋对，属灵绝对无骄傲这项代志。为什么？保罗安尼讲着，讲所以啊，兄弟姊妹，我到恁遐去，如果只有讲灵语，无带互恁对上帝来的启示、知识、有言，或者是教导，那安尼对恁有甚物利用呢？甚至遐个无性命会入去，亲像达那，也是即个哈西国事情吼，也是讲因所发出的声音。无有关价分别，怎会互人知所分所弹是啥物调呢？也是吹出毋是准确的音，啥物人会当准备来相战呢？相反，恁所讲的灵语若无清楚，啥物人会通明白内底的信息呢？恁就是空去讲话尔，对吧？世界上有无共款，有真济无共款的语言。若无一种语言是无表达意思的。若是我无明白迄个种的语言，那安尼遐个使用语言的人对我来讲就是外国人。我伫因的眼中也是一个外国人。相反，既然恁热切望有属灵的温书，就应该坐坐追求迄种会通造就教会的温书。基督徒应该爱追求迄互人会当得到利益的温书，会当帮助人的啦吼，毋是迄种离人无人听有的迄个温书甲语言。那个来回想一摆，温书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礼物，是要爱为着利益正人荣耀上帝的。如果若离了即种遮的根本遮的代志，温书就无搁再是温书，乃是一种普通的才能，甲上帝一点仔都无关系。甲圣神也无关系。所得到的温书，如果亲像彼得甲使徒共款所领受的，是无期待的，是意外的礼物，是超越过咱所想象的温书。但是爱记得，爱咱正做迄个用心益人的工具，互人听会有的语言，比展现方言的能力来得重要。互人得到帮赞，比彰显个人的才能搁较重要。咱认捌上帝，然后对上帝领受礼物，并且愿意实际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安尼才是圣神温书的一个基础。咱要做伙来读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。上主啊，你永远存在，你的话确立伫天顶，你的信息线到万代，你建立地，互伊确立，天地照你的安排，到呾要存在，因拢是你的册用。我若毋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伫我的苦难中来灭亡。我永远袂记记你的律例，因为你用你的律例保守我的性命。我是你的，求你救我，
因为我追求你的律例，歹人当等要毁灭我，毋过我要默想你的教示。我看出所有完全拢有限，只有你的诫命完全无界限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恩赐，互阮无将恩赐称做骄傲的原因，互基督徒会通用恩赐彼此合一，服侍上帝的教会，见证主的名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